級，作者曾慶樂。以前我成日諗做義工到底係為咗乜嘢？直到我遇見咗102歲嘅張婆婆，同埋陪伴咗佢幾十年嘅馮大姐。婆婆雖然成100歲，但佢後生嗰陣已經係義工達人。就算以前俾人鬧、俾人誤會，佢都係一句：人只要食飽着暖就夠，唔使計較咁多。而家佢行唔喐啦，就改為喺窗邊做手工藝品，送俾社區嘅老友記。婆婆話：幫人其實係揾樂子，係為咗自己開心。隔離60幾歲嘅馮大姐就係負責嚟領樂子嘅人。佢會安安靜靜咁陪住婆婆，喺婆婆記唔起嘢嘅時候，用一個眼神、一個微笑去等待同支持。好多人以為做義工係私語，但係呢對加埋成170歲嘅老友記身上，我見到嘅係60歲嘅守護住100歲嘅，而100歲嘅依然用佢嘅方式去溫暖世界。其實做義工唔使等大富大貴，只要你肯伸出手，點亮人哋嘅同時，你自己都會係暖㗎。